英國皇家音樂學院2025至2026鋼琴第3級組別 B3。呢一首歌係由日本籍嘅創作女歌手木村恭所寫。佢曾經表示睇過由宮崎駿執導嘅動畫《幽靈公主》，被呢套動畫深受感動，希望自己嘅作品能夠有一日會出現喺宮崎駿執導嘅動畫裏邊。於是乎，佢就將自己一啲嘅音樂作品同埋自薦信寄俾宮崎駿。到咗後嚟，宮崎駿喺度製作《千與千尋》嘅時候，認為呢一首歌符合佢嘅風格，於是乎就俾呢一首《Always With Me》成為咗《千與千尋》嘅片尾曲。作品以 F 大調所寫，兩個嘅聲部都被安排喺高音譜號，全曲每句都係喺樂器第3拍開始。睇落去全曲好簡單，但係其實一啲都唔簡單。尤其是左手聲部，如果唔細心留意嘅話，就會糟蹋咗㗎喇。喺完整第1小節 F 主音開始，去到第9小節，其實呢一個樂句裏邊，左手旋律都已經係好好聽嘅喇。我哋聽下。然後喺第9小節，再以相同嘅形式出現，直至去到第16、17小節，以Do Mi So Do作為結束。我哋聽下。去到第18小節，樂曲進入咗第2部分。我哋睇下第18小節至到第21小節，左手聲部跟26至到29小節係相同。唔好睇小呢啲二音圓滑奏，看似好簡單，其實佢都係一啲語氣嘅效果，裏邊蘊含咗問答形式。我哋想象下18至到21係一個問句，而22至到25就係一個答句。隨即喺26至到29又開始一個問句。30小節去到最尾就係最終嘅答案。我哋聽下。試下聽下全曲啊！